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狗狗讲卡吧》，我是敏华。小姐，你的包裹麻烦先收一下。有没有觉得这句话非常的耳熟呢？因为今天狗狗直击要带大家直击的就是送货员、送货员这个职业了。他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？带您直击喽。你好，请问是周小姐吗？这有一件你的包裹是送到光平街2号，现在有在家吗？送货员一大早就得要准备出发，因为得要在指定的时间帮民众把包裹送到家。一整天下来啊，可以看到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。那今天要教大家的单字就是送货员、送货员，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单字。送货员就是送货员，送货员。今天就要问一下我们的宅配员，最辛苦的是什么呢？可能就是下雨天嘛，或者是没有电梯的公寓大楼，有时候可能要爬5楼啊，甚至7楼啊。要使命必达，所以遇到没有电梯的公寓就是一大挑战，得要拿着包裹一步一步的 K 台排，真的懂辛苦，上上下下，有的时候送货员一天得要爬好几趟。无论天死如何，是不是风吹日晒雨淋，还是周休假日，对于他们来说都得全年无休。那大家看到了宅配员到处跑，他们有什么很难忘的经验呢？最难忘的应该就是送独居老人的包裹吧，因为我服务的地方是乡下地方，那所以蛮多独居老人就是家人会寄包裹给他们的，然后我喜欢看到他们那种开心的表情啊。送货员嘅條路懂色力，因为要开车，还要 K 台排，就算身心疲劳，面对客人还是得要笑嘻嘻的。大家拿到包裹的时候，别忘了对他们笑一笑，也别忘了对他们说声你们辛苦嘞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跟着敏华认识了这个送货员的工作，真的非常的辛苦，谢谢你们。当然，我们认识了新的词，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送货员，送貨員，送貨員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楼梯，台排，台排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。来看这句话就是送货员的工作很吃力。送貨員嘅條路蕩失啲，送貨員嘅條路蕩失啲，你們都有學會了嗎？反覆練習哦，加油加油，拜拜。